来看，收落来就要开学啊！花莲县的家扶中心助学金煞幼员欠6成，还佫有700外个囡仔咧等待协助。为着要帮助花莲县需要资助的各高中生来传助学金，花莲县家扶中心是特别邀请在地的社团企业做伙参加募款活动。今年是需要摕1240个囡仔来募款，要1000万，但募款的进度敢若到4成尔。我们总经费大概需要950万、980万那边，但是截至目前来讲，这个缺口还有6成。那这一个金额，实际上我们就是给这一群孩子们在交通、学习或生活这方面的需要。家扶中心表示讲，虽然学费目前是政府来补助，但是生活的开销嘛是造成这需要帮助的较善家的家庭真大的压力。助学金会当替因补关键的这条钱。家扶中心在生活上嘛安排各种课程，陪囡仔做为成长。因为是缴学费会比较方便一点，就减轻家庭支出。会很怕他会变坏，还好有家扶中心来辅助我们。有时候他会先跟我们讲说，他们下一个课程是什么，小朋友都会很开心。另外，受资助的学生嘛反映讲，伊捌去兼2份工课，要来传生活费，结果去影响到课业。但是教育局是改变未来的管道，无人想要来休学。大家嘛知影目前景气是真歹，但嘛是希望社会大众会当来斗相共，甲囡仔的希望之路点好光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